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干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那么讲到这几日，咱就知影3月小马祖，4月小王爷，白沙屯的细汉马在起行。正人讲伊有灵舍，但是人类学家、民俗家讲伊是温暖大家的妈妈。东山大海在地生根的文化，上在地就是上国际化。咱今仔日就要保守咱的马、咱的婆、咱的妈。首先，小介现场的来宾，头一位是我的老朋友，咱大家地方文史研究者黄敦孝黄老师。主持人，大家好。那么第二位呢，会真趣味，这是咱大家真熟悉的，这对法国来真爱台湾的作家，嘛是跑者一粒米。主持人你好，老师你好。那么，即马还佫伫线顶，就是咱今仔日的主角，咱的唯一的女主角江天江白沙屯江天江的副总干事林幸福林副总干事。大家好。副总干事。即摆吼，你伫线顶啊，特别哦，选伫车内吼，啊，静久久吼，你是超工选伫车内，袂去有跑仔声吵着啦吼。因为即马进香还搁咧进行吼，啊外口人较济，啊所以我就伫个选一个较安静的所在，啊，甲大家见面。副总干事，你即马先甲咱报道一下吼，咱即马即个白沙屯咱的妈祖吼，咱的即个大桥去到倒位啊？啊，刷来按算应该你预测。吼，有几条路会去到倒位啊？甲观众朋友来讲者。目前即马吼是伫个咱这个后尾地区啦吼，因为今仔日行这条路线吼，咱后壁可能会为咱这个土库这个方面过去。若是搁明仔我无法度去预测讲到底讲，若是讲土库无休款，可能就会往原种地区行过去安尼。有是这两条路啦吼。观众朋友大家真好奇啦，就算讲有参加过白沙屯的这个妈祖吼，这个进香，伊嘛小可会了解。你讲互咱观众朋友知影讲是安怎？咱的这个白沙屯的妈祖吼，伊无选择固定的路线，伊是一开始就是无选择。咱讲吼，这个细汉马吼，性格较活泼。所以无咧选择这个路线，还是有啥物原因？你甲咱观众朋友小解说者。伫个我有印象，我捌参加过咱即个白沙屯的进香开始吼。白沙屯的进香就保持即马即个样貌吼，就是讲进香的路线是完全无由人来即个安排的。至于讲吼，因为即个进香活动已经有100几年吼，甚至要到200年的历史吼。我即马咱无法度去知影讲咱的祖先吼，当初是用安尼什么款的心情，还是讲什么款的即个态度吼，来去设定讲要去北港进香吼，即个过程当中到底是要安怎去安排，或者是设定根据我的了解，就是讲即个进香的过程当中吼，就是自较早开始就无即个路线的设定，所以阮无法度去知影讲圣庙。每一天要去倒位休款，还是讲伊每一天要去行这条路线？是然后吼，佫有一个名词，吼，大家拢讲这个香灯卡啦，吼，有的人写做这个惠字边的灯啦，但是我在咱的这个白沙屯咱家己的这个网站顶头，咱看到写的是这灯口的灯吼，你甲咱观众朋友小讲者吼，到底倒几字才对？这个本来意思是啥物？我伫这甲各位做说明啦吼，因为民俗咧形成的时阵吼，伊一定有伊的过程吼，无一定讲安怎讲的才是完全是，也是讲完全唔对。但是吼，咱庙方咱会写咱即个，敢若讲点灯的迄个灯吼，是因为咱庙的大殿面顶有一队的即个连队吼，正规模吼，即个随香的香灯都灿烂，都是咱引用到即个咱即个迄个大殿面顶的连队，伊是安尼写的，所以咱采用的是即个点灯的这个灯，其实香灯这个词吼，
唔是白沙屯所创造的，伊其实伫咧咱台湾吼，敢若讲清末，而且是日据时代吼，去烧金的吼，大部分你较庄卡的即个庙宇吼，伊拢会讲咱的信徒号做香灯卡，啊，延续落来吼，因为尾啊有真侪人讲，甲咱即个信徒写做是香客，但是白沙屯就是讲，沿用即个旧的名，啊，甲即个卡即个保留落来，香灯吼，咧较早来讲，咱若要拜神吼，咱无多较早的人无多去准备真侪敢若讲贡品，三品酒礼正，可能无法度，伊就是上简单的吼，咱来庙点一张香，是讲庙点一个灯，代表对人的一个贡献，做香灯。至于讲即个卡吼，伫咧咱台来讲吼，即个卡就是咱即个一个团体内底的成员或者卡。我举一个例吼，大家你就知影吼。是。比如讲，咱即个甲咱即个总铺师斗骹手的，或者水卡，吼。是。比如讲，咱即个去讨海，有人讲做海卡。讲咱斗花啊，嘛有回头，嘛有回卡。回卡。就是咱即个组织内底成员的意思。香灯卡三字连起来，就讲吼，拥护即个信仰的遮个人，拥护即个信仰的遮个成员，就是咱即马白话咧讲做信徒。其实香灯卡就是信徒的意思。是。总干事，我吼即马吼，佫要甲你请教一个问题，因为咱大家拢讲吼，尤其今年开始哦，讲叫做即粉红色的即个玛莎拉蒂，讲咱大桥走得真紧啊。这到底是因为咱的桥较轻，伊的结构，所以呢较好更人数较济，还是啥物因素有通跑较紧？这有一个转度啦吼。2013年的时阵吼，伫个咱彰化嘅创意汽车，这个创意汽车吼是咧卖咱 BMW 的迄个桥马祖去这个创意汽车，一定有一台白色的这个 BMW，圣庙其实车甲行对啦。甲迄个车驶走，咱圣庙二话不说马上去停去迄个电视台面顶叫款。等于讲就是马祖甲迄台车赶走，我家己要来休安尼意思。尾大家想讲这个现代的这个跑车，甲这个传统的跑车来甲做一个比较就敢若讲这个咱的圣庙的这顶桥就敢若袂输咱这个信仰界跑车同款。所以才有这个超跑的这个讲法。搁再来就是这个大桥面顶有一领这个粉红色的篷布。这领篷布其实是早期咱的敢若讲咱的前辈行咱的圣庙的压户，所以伫咧咱这个大桥面顶绑一顶的篷布，就是行讲咱的圣庙的下面。这个粉红色的篷布才变做是咱这顶大桥的一个标志。所以甲这个粉红色的篷布，甲这个伊的行动非常敏捷，而且佫有2013年的迄个故事连接起来才变做是粉红超跑这种讲法。这个讲法拄好符合着咱白沙屯马祖进香的时阵会当讲迄个速度非常的紧伊咧行桥，甚至讲伊咧这个前进的时阵会当非常敏捷，非常的紧，符合着这个讲法，甲这个咱的信徒对于这个大印象，所以粉红超跑之名就是安尼去互咱这个所有的信徒认同所以即马流传落来，即马应该有10年的历史啊。是这总干事，咱现场还佫3位来宾你小休困者，你也听咱其他3位来宾伊的讲法，然后再来回头要来请教你别个问题感谢。煞来要来请教着黄老师他拄我有问这个副总干事讲到咱这个白沙屯的这个桥咱也知黄老师是长期对着马祖的信仰真研究不管是大甲妈也好，白沙屯也好这两个大桥，因为咱知影大甲妈的这个大桥是真正真沉重咧讲的时阵是真正
真歹走吼。啊，甲咱白沙屯的差别，啊，尤其白沙屯是用啥物结构性来做，才有通啊跑遐紧安尼。我来会记咧吼，嘿，这个白沙屯这顶桥伊边啊是柴。阮做囡仔的时阵吼，我10岁的时阵，白沙屯妈就来休伫阮厝边啊遐。哦。啊，咱做囡仔就拢有看到，伊迄边啊是柴吼，啊，但是伊这个桥高是用竹啊。哦，要讲的迄个桥高是竹啦。嘿，啊，伊这拍四桥啊，哦，咱大家讲这4个人讲。叫做拍四桥啊，四桥啊，就是4个人咧行咧走，较敏捷，较雄。啊，你大家嘛会叫伊是8人光，过来伊即顶桥有内外亭8条的。哦，毋是你想讲干那外口安尼尔，伊迄有内外亭。是。所以伊即顶桥较重。过来，因为大家嘛即顶桥8人光咧行，一定会较慢。对啊，8人10人几骹呢？对，啊，但是古早，咱讲说即顶桥，伫咱即个路吼，交通还佫真歹的时阵吼，你像古早昆地啊啦，吼，即个三条圳啊这边，伊这路碎掉，阮嘛是拍4桥咧走。哦，迄个时阵嘛拍4桥。因地制宜啦哈。咱咧过西丽大桥，古早这西丽大桥面顶有即个铁路。啊，你即摆若是即个铁路咧使甘蔗。咱行甲人影响，所以咱大家嘛，古早咧过西丽大桥时是用半坎走的，啊，迄句啊拢拍4桥啊咧走。哦，嘿，所以因地制宜就对啊。对，啊，你若入街，咱就爱拍8座，较好看，较庄严。吼，这是大家的先辈，伊过去吼有安尼教落来，但是这几年你都无法度软桥骹的做，啊，所以就拢拍8座。吼，啊，就一路拢规去头到尾拢拍8座啦。像我咧路吼，拍4桥啊，敢若一摆啦，迄句啊困地啊路，嘿，迄句啊困地啊路啊碎掉，才敢若拍迄摆尔。是。啊，路拍开尔就拢无啊，就拢改8座咧一行。哦，就是安尼。啊，所以白沙屯一直保持着拍4桥这项代，一直行，啊，才有通啊跑较紧。对啦。哦，啊，佫会渗，是安怎佫会渗安尼？啊，你桥高长啊，对无？竹啊软嘛，莫讲竹啊软，伊这就只要你4个人骹步行了老好济，伊这桥就是会顶会深，吼！而且伊这顶桥，因为你竹啊，所以会当左右落海。你大家嘛迄顶哪有法度？伊这顶是柴4角的桥高，吼，拍8座，哪有可能落海？伊敢若有法度顶会安尼咧？所以要找路的时候嘛较好找。对。你马祖一定爱安尼才有通找咯，因为伊即个方式就是甲咱民间，咱有即个扛大链，但是即个大链是长地签的，哦，啊，咱即个白沙屯透到竹南一带，伊即个所在因的习惯，就是拢以竹啊落做桥高，哦，所以人伊的传统就是，因的传统，是，这。咱会请即个一粒米来甲遮吼，咱甲观众朋友吼，可能哦，大家真熟悉啊啦，吼。但是呢，一粒米哦，过去的即个公营的事情哦，我还佫讲一摆，伊就讲到即个三太子哦，李老车吼来宽台哦，毋是行哦，是用走的哦，吼。啊，所以哦，特别邀请着一粒米，尤其吼，一粒米也参加这个大甲妈祖的吼，啊真济届，吼。所以呢，邀请伊来以这。已经是台湾人啊啦吼，但是嘛，伊嘛有国外经验，甲咱讲一下吼。你甲咱讲吼，你参加这种宗教的时阵，尤其是这妖精还是进香的时阵，你的心情是啥？尤其咱拢知影，一粒米其实也佫是天主教徒咧。是。吼，你安怎甲家己讲？啊，安怎甲妈祖讲？来。其实我第一届参加大甲妈祖啊，其实我有一个安怎讲？我有淡薄仔怀疑，我敢要当参加一个活动，敢要有一寡冲突，甲家己的宗教，敢要有冲突。但是我8年前已经有拜过三太子啦，所以我想讲，我已经甲这道教的文化、道教的这宗教就有缘分啦。啊嘛，虽然我是天主教，我自细汉拢是信耶稣啦，但是来台湾了后啊，我对台湾的道教文化愈来愈有兴趣啦。啊，我慢慢已经关系，我即摆拢咧拜三太子甲妈祖啦。但是我第一届见妈祖是甲阮某做伙，甲阮随某做伙啦。
啊，第一届软桥架其实我印象足深是软桥架的，安怎讲？迄时阵，因为看到一寡人安尼百地都架安尼掌手合相有用一个非常建心的一心来念妈祖，我感觉这个画面就足使人感动啊！阮软桥架了后其实我喺人生中发生足最好的代志。哦，我喺人生愈来愈顺，愈来愈顺。对，所以以后我都决定，我要开始拜妈祖啦。哦，是安尼，这个原因哦。但是这个三太子是什么缘由，互你安尼来跟这个三太子，互你来跑这个全台湾？这讲了话斗长啊，讲到互你捌喙齿好白干。不要紧，你感性来甲咱讲者。其实阵是即摆已经10年前啊，10年前因为我咧走马拉松啊，有即届我去参加迄落超级马拉松，超级马拉松是超过40几公里的距离，对。其实阵舞台顶悬啊，看到一个三太子安尼咧跳舞啊，所以我第一届看到三太子，我想讲，这哪会遮古水啊？这毋是一个像变鸟鼠啊，是 Hello Kitty 啊，这种。你俩这是放假造出来？对，放假造出来吉祥物啊！结果这庙的主伊甲我讲，无，这莫要讲啊，这是咱的神明咱的道家文化一个足重要代表性的一个神明三太子，而且阮庙的三太子有25公斤啊，是上传统的三太子。我听伊安尼讲啊，我毋知是好三太子安尼刷掉啊！你看你个目睭甲你刷掉，你杀掉啊！我决定，我想要跟看卖啊！我问主要敢要当跟你三太子？好啊，无问题，我互你跟啊！无啦，毋是我意思啦。我想要跟，我想要走台湾之人，甲跟。三太子，这注意啊！听我安尼讲，甲我讲，好啦，我先去带你去挂医生，好无？无啦，结果伊甲我讲啊。其实阮庙的三太子，伊早都自死想要还倒，但是因为也拢无能拄啦找到一个阿毒啊，想要到一个阿毒家来，所以我感觉应该是三太子冥冥之中选着我，配伊还倒啦。所以其实阵我听安尼讲，袂当漏气啊，无地路啦，一定爱甲伊讲啊。结果我开差不多28天。28天绕台湾一年，哇！逐天差不多平均30公里啦。但是好甲知，到退拢有人会来陪走啊。毋是朋友拢是一寡这份人看到这三太子伫路边安尼咧走想要去陪啊。所以我真正足感谢即寡朋友啦。无这朋友甲我轮流陪可能无法度啦，是，所以这一个米也讲着吼，在进香还是邀请，还是这个环岛的过程当中，一个长途的旅行，一个过程当中，真需要正人来斗相共，正人来互相加持。这也是咱今仔日要甲大家来介绍白沙屯妈祖，甚至着妈祖信仰上主要一个原因之一，就是这个是正人的事。所以呢，正人来完成一粒米的这个故事，咱就让听到。咱另外一位来宾也是咱民俗论坛的这个执行编辑温宗翰温编辑咱头来讲到这个白沙屯咱也知影白沙屯妈是应该是台湾地区向非分灵，伊也就是讲，伊毋是对北港分灵出来这个祖庙来做这个进香，这个是先例，这个代表什么意义？咱有人讲这就是开始，这个本土化的开始。你家己的看法呢？是，其实咱知影进香这件代志伫台湾来讲最重要的全台湾的民间信仰的活动内底，上丰富、上济，甚至讲最密集，就是讲咱时常看会到的一个民间信仰活动，就是进香。不管你伫咧一间庙宇，大间的、小间的，拢会去进香。进香的这个目的，伊其实足多元的，包括讲，比如讲，伊可能为着要去拜祖。
拜祖就是像咱头拄讲着分灵出来，伊可能是分灵出来，爱登去即个祖庙，去较香火，爱拜祖安尼吼。另外一种是去即种迄个，伊毋是遐分灵，但是咱去迄个所在回乡，咱去迄个所在，对，咱去遐交流，甚至讲咱可能会找一个较知名度较悬的所在，迄个知名度较悬的所在，咱通常伫咧即个学术界会有一个名词叫做进香中心嘛，就是讲全台湾有足侪即种伊是足侪庙宇拢会去迄个所在进香参拜。伊会变做一个进香中心，这进香中心就是迄种灵山圣地的观念，因为咱知影，咱伫拜神明民间信仰拜神明上重要的就是迄个香火，这个香火伊是会使。甚至讲会使 renew 的伊会使更新，伊会使甚至讲增添，伊嘛会使加强，伊会使加强，咱伫个即个传统文化观念内底，就是讲，咱若拜拜迄香火爱美彩，迄个香火呢爱迄个鼎盛，咱得感觉讲神明的迄个神灵威力较猛安尼所以你为着要互咱即个香火会当有一个较新的即个新的能力加添入来，会使累积入来，嘛希望咱的即个甚至讲神明伫甲信徒服务会使加强更较侪即个力量，甚至有的进香是去即个挂冰火，伊去领冰，去一个知名度的即个庙宇内底去领冰，即种进香领冰的即个观念嘛是伫个进香内底看会到，所以为着要互即个更较侪信徒受到神明的庇荫嘛，不管是神明本身来甲咱庇护还是讲咱即个神明的兵马来甲咱帮衬咱拢希望会使伫个民间信仰内底受到神明的照顾嘛，所以咱得爱去进香得爱加添即个神力安尼所以你会看到讲白沙屯妈去进香伊其实会使讲是即摆会使讲是全台湾的一个进香的楷模。为什么安尼讲呢？像我做足长的即个清北溪伊嘛是一个进香中心的一个研究。因遐的分灵庙就是请白沙屯的妈祖去甲因教安怎行桥，去安怎打即个骹步，安怎扛桥，安怎去进香。所以你看，就算是无共款的神明嘛会找白沙屯妈去甚至讲去甲因教教啦教因要安怎去进香的迄个方式所以你会使看到白沙屯妈祖伊即摆变做是一个进香的一个足悬的指标伫遐另外一方面就是讲，你看会到讲台湾有足侪进香中心比如讲像即个北港朝天宫还是讲即个清北溪寿天宫南部的王爷信仰可能是南昆新大天府这进香中心伫咱台湾的即个民间信仰内底拢扮演足重要的角色因为咱透过即个进香，咱就希望讲所以老师头头讲到真侪庙宇的功能啦对人群的交往啦地方的信仰啦。是有庙之间的联系啦，甚至到商业今仔日咱会请这个黄老师来黄老师的这个博士论文，就是伫写这个妈祖进香当中甲做生理的人的这个关系。咱小等会来请黄老师来讲一段首先咱要来连线伫线顶来等了真久的咱的副总干事副总干事，我甲你请教有一个是大家真好奇的，就是讲咱。每摆咱什么咧出巡的时阵咧进香的时阵，拢爱甲山兵马甲山兵马即个当公桥，即个山兵马公桥是安怎引起，是安怎的即个作用，还是要甲信徒讲啥物信息？好，咱即个妈祖碑嘅桥内有坐两尊的妈祖，其实这甲咱台湾早期咱即个地方信仰有一种讲法叫做连庄的信仰连庄信仰。咱拢知影比如讲咱大甲有53庄咱即个比如讲溪也好，咱即个五车也好，拢共款足侪庄头合做伙，这种现象喺台湾非常普遍对啦。这种所谓的连庄信仰伫个白沙屯嘛是同款，咱白沙屯以白沙屯本庄来讲咱号做东西里，咱目前咱行政区域的这个划分
是有分做北东里甲北西里，但是也阁有南庄甲北庄。你若去咱白沙屯宫田宫大门你甲注意看伊就真清楚写伫个咱即个连队面顶就是东西里甲南北庄。咱即个区域内底其实毋是干山边庄尔，咱阁以北庄来讲，阁有过江啊庄，南北溪，以南庄来讲，阁有新埔庄，甲以即个老都庄，早前伫个咱即个日本时代甚至搁较早，即个整个的区域我拄仔讲的东西里甲南北庄这整个的区域其实拢是共一个信仰，就是宫田宫白沙屯妈祖婆。所以要去进香的时阵，就有需要这个东西里南北庄所有的庄头来斗相甲。咱俗语讲相甲米就厝口有饭啦田庄信用甲做伙咱会比如讲咱需要的咱这个人力才有法度扣齐全。但是伫个咱这个可能推算这个年代应该是伫个这个战后要去北港进香咱拢知影日本时代有当阵要去北港进香爱有考虑到地方上的这个经济能力搁再来就是日本政府有一段时间对台湾的信用会当讲是非常的严格，所以日本时代是无当年去进香的啦。但是战后恢复进香，会当每一年来进香的需要啥？需要骹手。迄阵咱的北庄咱这个山边马这平平就对啦，就敢若讲咱做伙来去，是毋是阮庄头的妈祖嘛做伙来去进香？所以形成一个讲，咱会看到桥内就是两尊妈祖。是安尼。一直延续到即马，所以你看到的是两尊妈祖对去进香。因为咱南庄这边迄个时代也搁妈祖，所以就是干那北庄的这个山边庄，当时妈祖对着去进香安尼。是副总干事，上后尾一个问题我甲你请教咱知影讲昨仔已经过了西里大桥今仔日我头下甲你问讲即马阁无确定到底是要自驾在哪里，还是停驾在哪里？路线都无一定啦这个长久以来对恁这个尤其恁庙方的人其实是真大的挑战就是讲要行这要行遐速度今仔日要困倒位要带倒位这人员的整备创啥，对恁是一个真大的挑战啦咱咧讲也着神也着人啦咱就爱讲观众朋友来了解讲，咱庙方尤其是咱要安怎来准备讲互伊一粒交传袂失角擦，这要安怎来处理注重啥物代志？因为白沙屯妈进香的路线无法度决定，所以其实沿途咱自早前的这个进香过去的这个历史来看咱有足侪现场，个沿途这香灯卡是无法度帮妈祖婆准备遮较大的，早前拢是安尼但是即摆咱讲真诶交通较方便咱沿路台湾全省各地咱这信徒家己自发组成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妈祖的联谊会咱话遮尔济妈祖联谊会因拄咱这个遮的部分所以咱原则上宫田宫管理委员会咱就是甲这个要安怎行的这个部分，咱全部拢交互妈祖去自由发挥在大的方面每一个香灯卡拢要有明想法，就是讲，阮的遮甲大是爱家己去发落的。家己看就好啦。目前即马咱遮的部分有沿途有真侪信众自动自发去提供到咱遮的遮的物件，互咱即个补充体力。目前足侪咱即个友宫也好，联谊会也好，咱即马知影讲妈祖婆为倒来因主动把遮的物件送去迄个地区。对着妈祖看伊休伫倒，咱就安排互遮个香灯卡食。早前是无法度安尼安排，因为咱路线毋是像即马网络遮尔方便着，咱看者就知影行到倒。其他的方面咱当然咱即个宫田宫进香的时阵有足侪团体足侪组织，比如讲咱在交通方面，咱家己有安排交通组，同时嘛配合着咱地方的警察局来甲咱管制着即个交通问题所以你伫个画面面顶拢会看到一寡交通人员指挥着交通
尽量做甲减少去影响到在地安尼吼。搁再来有足侪咱即个比如讲有只志工愿意来帮忙即个咱敢若讲印度遮信众要有食水也好要即个有敢若讲若有需要讲脚若行到酸有人会安排到即个医疗方面，甚至讲咱即个咱拢有做交传的对啊。这个信众做上界大的补充就对啦。所以伫个即个振兴的活动当中每年慢慢形成一种形式，就是属于白沙屯这种符合白沙屯方式的这种即个工作项目，拢一定慢慢有形成一个敢若讲较成熟一点点的安尼组织，会当振兴活动会当顺利来进行。是感谢副总干事这个真正真辛苦，这个过程当中佫留来时间咱来做现场的报道甲连线咱佫几工，咱佫差不多佫3工4工之间嘛咱明仔载才有到北港，今仔日是第5工，明仔载第6到北港。但是咱倒转来还佫有3工的时间就是执行军咱2工转去到通宵，第3工大挑战。过啊工的时间，即摆差不多是半度尔咧，佫是半度。祝福这个总干事这个副总干事一如人名幸福平安咱的会员一切顺利一切顺利感谢。好，感谢，好，这吴老师咱头拄副总干事讲着讲，其实这真侪人力的投入这个资源的投入，所以要来请教着老师其实这看起来是一个宗教信仰，其实甲做生理的人是安怎一个联系，有啥物关系伫？因为咱讲实的古早时代，咱这个人做生理人钱水较活，你一般的人，你做餐店，莫讲要去乐观1线2线做袂到，有是切尔。嘿，你切伊爱个立地租，咱讲是也要食饭。实在是有限，所以讲过去咧奉献，差不多是咱这地方的地主，甲这个做生意人，甲咱这个地方做官的，大家建立一个庙宇，这个庙宇就是互大家来拜，会当安定咱的民心，就是咱讲的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大家来完成这个信仰，因为咱地方有信仰。较平静，治安嘛好，做官的人嘛较快活，生意嘛好做所以讲，咱做生意人是安怎伊愿意奉献伫咱这个宗教，这就是伊重要，就是讲咱地方的平和所以讲，咱的社会就是因为安尼所以咱的庙宇渐渐才会来建立。所以讲，古早时代，咱的妈祖拢出伫港口较侪。安怎讲这个代志？观众朋友要理解咱讲实的，你像北部新庄嘛港口，大家过去港口，但是大家甲新竹这个外马中和宫离港较远，主要是城咧关的关系，这是新竹。若大家是咧闪海产，而且大家佫有官道通好行，所以伊会选伫遮你像北港过去嘛是港口鹿港港口高山迄嘛是港口，所以早期咱的庙宇拢设伫港口，港口就是做生意人出入，你做生意人出入钱水较活，货物入来，可比讲一担捡一针，累积多，就会当建庙，就会当奉献。咱即马大家倾这钱起来，3月23，甲妈祖祝寿，甲众神祝寿，就是因咧会议联谊。甲咱即卖咱的商会拢共款意思，嘿啦，所以讲咱这个信仰主要早期就是安尼起来。这就是乡人之间尤其跟妈祖神明之间的关系对。我刷来要请教的一点米你在法国敢有这个类似的这个信仰的，通比较互咱台湾人知影讲其实，法国也是讲世界各国有啥物类似有人讲咱这是因为这个 Discovery， 甲咱讲，咱这是3大信仰世界宗教一个就是这个
伊个麦加吼麦大图的这个雕像，啊一个就是什么，啊一个就是咱的这个妈祖信仰。咱法国敢有，或者是讲你厝里，恁爸爸、恁兄哥啊，拢咧做什么信仰啊呢？我自细汉拢是信耶稣啦，天主教，所以阮爸爸、阮阿爷拢是足虔诚的天主教啊，天主教徒信徒啦。啊，阮爸爸嘛有一个特色啊，伊算是全普罗旺斯最后一个会晓讲清的人。哇！啊，这嘛是你嘛想讲的讲清，都是夹一条线尔，干你有啊尔，是一种艺术啦，是一种艺术。阮爸爸有咧保持这传统啦。其实是即马伫法国足安尼讲啦，即马一般的青楼啊，拢是用电的，用自动的啦，用自动啊。所以我对阮爸爸非常骄傲。伊有放互你无？无，我收散啊，收散。阮阿爷较强啦，因为爱有地力的，因为隆重啊，爱讲隆重有四个情，你食足重啊，所以爱有气肉啦，有 muscle 啦，我收散啦，对啊。哦，对啊，爱汉草爱好啦，对，汉草。所以恁兄哥有传这个。我较适合明朝啊，就这大家。你较会当走。这白沙屯的新桥，我第。你甲恁兄哥一人专食一项啦。我无问题。但是讲到传统的信仰啊，其实伫法国愈来愈深。哦，愈来愈薄。我觉得愈来愈薄，因为就这传统的行业吧，即慢慢啊没去，接啊没去啊，所以。那是爱甲，可惜呢吼。那是爱甲台湾比起来，其实咱台湾真正爱珍惜啦，咱会当有遮尔好，遮尔有意义的宗教活动，真正爱珍惜啦，莫想讲诶，外国嘅月娘甲伊啦，袂当金表其神都对啦，哦，袂当金表其神啦，真正袂当金表其神啦。咱家己都爱珍惜吼。那有人讲台湾的这个信仰哦，真功利的意思是讲，我甲你信吼，你有爱甲我灵舍，我才会继续甲你拜，哦，足功利的，哦，你若无甲我保佑，我就无爱甲你拜。有的人来批评讲台湾的宗教性、功利性伤强啊，你会感觉？其实法国嘛是，天主教嘛是啊，因为你去教堂内底啊，点蜡烛，你点蜡烛的意思。这意义，你想要收到这圣母玛利亚还是耶稣的庇荫，对，会无比啦。所以嘛是甲台湾同款啦。你希望你知道的时阵啊，你是希望规家伙会当平安顺遂啊，你嘛希望会当趁钱愈来愈多啊，嘛是甲台湾同款。但是我发现伫法国其实愈来愈少少年。有信用啊！无像台湾啊，台湾你看本地这妈祖啊，这林美秀啦，唔是林美秀啊，阿姊啊，歹势，林碧妞啦，林碧妞啊，其实本地是渡海人，袂行准出海的守护神，对不对？但是即马变成来拜妈祖的人，其实唔是干那渡海人啊，心理人啊，学生啊，即马是。去念妈祖的人愈来愈多，少年愈来愈多。因为印象中啊，较早你讲妈祖了庆啊，你会想讲可能拢是年岁较大的人去念妈祖，但是我这几年啊，我看到少年愈来愈多。甲法国比起来，我感觉这足白生的，因为伫法国啊，阮爸爸其实伫我的征道内底啊，热天的时阵啊，8月的时阵，伊嘛会甲阮征道的圣母玛利亚放出来，对啊，嘛去祝顺啊，对啊，所以我感觉说，阮法国，阮爸爸甲阿爷有保持有传承一个传统，我足骄傲啦。哦，全 Provence 呢，是法国南边那是唯一的哦。对啊，但是第一子孙啊，敢有一寡老人呀，哈，一寡士大人，无像咱安尼拢八成拢是少年人，无毋对，系啊，所以台湾就好。刷来要要请教到这个温老师吼，咱所知影，他到我延续这个问题，就是讲台湾的这个宗教到底是算作功利性真强，还是讲慢慢已经
甲过去的即个感觉无共款，还是讲自体本来就毋，即个功利性就是存在啊。啊，咱就必须爱了解即个宗教的即个特性，尤其还佫有社会功能，还佫有其他物件，你感觉？其实这个问题有一个爱先讨论的物件，就是讲，妈祖吼，还是帝阿公吼，玉皇上帝、关公，咱这个民间信仰，伊敢有算宗教？吼，就是讲咱通常有一个名词吼，叫做民俗信仰啊，民俗文化吼。那你加入这个天主教，你要先领洗，哦，你唔是讲我要加入就会使加入，我要加入佛教，我爱先迄个皈依，对吧？吼，我有一个律教的这个仪式，吼，我才会使加入这个宗教。啊，个经典。对，这个经典，除了经典以外，宗教的目的是希望你超脱一个生活文化顶端。吼，你去思考这个哲学的问题，你去思考生死的问题，你去思考咱这个人伫这个社会要安怎算做生活落去，未来的世界是安怎的问题。但是民间信仰毋是，民间信仰是一种生活内底形成的价值观念。吼，这种价值观念，伊无需要领洗啊，伊无需要一个立教仪式啊。你一出世，你伫一个所在出世，你就有迄个所在民间信仰。吼，这个民间信仰嘛，毋是干那台湾有啊，那全世界就侪原住民嘛是拢有民间信仰啊，伊有伊原本的这个原始的这个宗教的观念，吼，还是讲伊原始的信仰的这个文化的观念。所以头拄讲到这个功利性，吼，这个功利性是安怎来的？因为生活有需要啊。是啊，伊本来生活就是有需要啊。吼，伊无像咱是无输济饱输啊。对啊，你本来就是要经济才食会饱，吼。所以台湾话有一句讲，迄个先顾巴肚，才顾佛祖嘛。所以你看伫个即个民俗文化内底，伊为虾米会有即个较功利性的部分？就是因为伊是一个民俗的文化，伊是一种生活的文化，伊毋是为着要宗教迄种超脱生活的迄种观念，吼。所以咱伫个民间信仰内底，伊袂叫你修道啊。但是咱头拄一直讲到一个观念是啥？咱希望神明吼，迄个香火较鼎盛的、较美青的啦，安尼伊较有力甲咱照顾保护啦。所以这个观念拄好，甲宗教是无共款的意涵伫内底。但是民间信仰内底伊有敢有迄种较超脱的迄个部分，嘛是有啊。但是伊迄个超脱的迄个部分，毋是伫个即摆即个时阵，是你当着的时阵。比如讲，咱每一个人拢有爱辛苦白疼，对，辛苦白疼的时阵，也是你可能爱过往期的时阵，你拢会碰到这个问题，迄个时阵呢，你伫个即个民俗的即个仪式内底，伊就会有一个更较超脱的一个思想伫甲你教育。是，所以这是我感觉民俗文化甲即个宗教上大无共的所在。是，吴老师，他即个温先生讲到即功利性吼，尤其咱先讲到即个做生意人。做生意人，因为伊钱水较晏，所以来参与到即个庙宇的建设，甚至做到即个庙宇内面的即个委员会总干事如此这般，吼，这算做功利性吗？还是你有另外一种体会？来庙做工课，毋是功利性，是服务性。是，迄个奉献咱的性命，因为伊也无领薪水。但是所谓功利性，就是讲咱求神明，甲咱庇佑，可比讲我着考试会当考到什么学校，我会当考到什么执照，功成名就，互我安尼做生意趁有食，这是真正常的。你今仔日你无论你信什么教，我拢足衰，足毋好的，你敢会搁去信？你走离靠骹的，这现实的问题。咱人因为就是有这个需求，因为咱唔知影明仔载要发生什么代志，会惊慌啦。对啦，所以咱就是奉献神明、求神明，甲咱庇佑，这真正常的一个观念。任何倒一个宗教拢共款，但是咱的宗教，伊就是包括咱有教育性，咱咧求的时阵，咱点咱心灵的升华，咱会当体会到。这神明因过去因在生的时阵，因安怎来救世，来帮助咱世间的人。咱即马就学习伊，加上咱孔子讲，甲咱教育，咱捌字，咱捌道理，咱夹做伙。咱的生活就是安尼来咧行。
所以讲咱的这个世俗，咱这个宗教，你要甲定位做宗教也好，唔是宗教，信仰，其实这就是一个信仰，包括你信仰你的祖先，你的。所以安尼看起来，一个比信天主教会拜三太子无冲突啊。一个是宗教，一个是民俗信仰啊。敢会使安尼来解释？嘛是会使啊，嘛会使来解释吼。就以我来请教者吼，阮头拄已经甲你问过，讲即个彼此之间无冲突，吼但是我要甲你请教讲，你甲不管是三太子啦，还是妈祖啊，你譬如讲你他描述讲，你看到迄三太子的即个眼神，你心内即个感应，吼至到讲你走即个台湾啊一年，是啥物力量吼？你睇下讲是人甲你饲，甲你依持，但是迄个背后即个人之外，即个信仰的即个感觉，甲你这天主教咧拜拜，还是甲你甲求甲祈祷的时阵有无共无？其实我感觉这甲宗教无关系啦。无关系。对啊，安怎讲？因为伫台湾大久啊，已经产生感情啦，所以我对这个土地已经超过，对这个土地的感情已经超过对我家己的故乡的感情啊，所以其实我跟三太子的时阵啊，其实唔是为着家己啦，是为着希望会当度过一个挑战啊，好外国人。看到台湾，会当增加台湾的能见度啦，所以安怎讲？其实爱三太子的规定当中啊，发生足济较趣味的代志啦。安怎讲啊？我发现啊，其实我第二天啊，我走的第二天，我想要登记，我想要放弃啦，我想要放弃啦，系啊。因为已经足点啊，逐工安尼收热啊，内底足翕啊，内底三太子内底足翕，搁足重所以有当时啊，你感觉有淡薄暗面对，黑暗面去啊，对，黑暗面去啊。但是我上两批的时阵啊，我感觉已经唔是我咧爱三太子，咧跟三太子，是三太子甲我搭訕呢，你知无？甲我搭起来，感觉足神奇啦，系啊，所以你有这种感觉的。对啦，所以我真正感觉真正是三太子。嘛真歹解说吼。对，足歹解，但是我感觉这甲宗教无关系啦，对啦，我感觉这都是地公伯的安排啦。都像我来台湾啊，16年啊，学着国语、台语，嘛学着原住民的语言啊，但是我感觉这足紧啊，甲一般的外国人比起来，我感觉我真正学较顺啊。所以可能是定西人，可能是我真正是遮的人。台湾人吼。我能叫家的时阵嘛是啊，我感觉其实我甲台湾人做伙啊，足自然啊，无个离安尼吼。无，我感觉这真正甲我家己的法国的信仰，其实拢无冲突，感觉足自然啊。我能叫家，我冇有跟求啊，我感觉这对啊，可能一般的外国人感觉这足趣味啊，是就。敢若是趣味安尼啊。对啊，但是我感觉对你的体会是无共款。对啊，我感觉我今日来念妈祖啊，是理所当然啊。听讲你明仔载要去白沙屯。明仔载对，系啊。咱就现场咱再甲你看卖，看你白沙屯行去到倒位安尼吼。我至少都开始记个无卖啦，因为何伊你这个红粉色啊、粉红色啊草袍啊，真正足紧啊。我今我马拉松选手，我应该免惊啦。该变看卖哈。我约袂到伊脚步啦，看卖啦，吓。好，下来要请教刘文贤吼，他拄一个米也讲着讲，其实在伊的心目中，伊无去分着这个宗教，伊敢若是相信就会产生着力量吼。这个是民俗信仰内面上趣味的所在吼。你甲咱形容者，尤其是台湾现主时吼，不管在政治上、社会上，拢在一个十字路口，咱真需要国际的人看到咱，吼有这种心态啊。台湾在妈祖的文化顶头，咱会当继续来做啥物努力咧？是，其实迄个他拄一个米
讲到这个部分，主要靠一粒米来甲咱推广伊话。伊讲这我就感觉足趣味的吼。你看伊第一时间伊一下讲这甲宗教无关系吼，啊是天公伯啊，想想到讲天公伯啊，毋是宗教。所以你听伊安尼讲，你会发现一个足趣味的现象，就是讲其实足侪外国人吼，因看到台湾。有这种民间信仰的文化的传承吼，这是足珍贵的一件代志。这嘛毋是干那台湾感觉足珍贵哦，毋是讲迄个欧美国家因就感觉讲足珍贵。有足侪全世界即摆上实行的就是咱伫讲即个无形文化资产吼。那这无形文化资产的即个议题，咱会使发现着讲有真侪民间信仰的文化吼，其实拢是伫咧台湾算做讲输出的。比如讲，像最近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因通过即个王爷信仰，要登录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即个无形文化资产。伫马来西亚因遐的即个王爷的即个宴王的仪式，就是咱台湾遮去甲因教的。甚至咱有足侪宴王的仪式，嘛是拢是咱遮的即个去甲因教的。伫马祖的部分嘛是。马祖你会发现着讲，咱过去有真侪即个进香团吼，较早咱曾经捌甲即个中国遐算做长过一段足长的时间嘛，无法度去迄个所在即个进香，结果长去，而且中国遐个长着即个文化大革命啊，足侪即种对社会变化真大吼，算做真侪即个香火拢无即个延续着长去，咱台湾的即个进香团一长去了后，开始甲因遐。恢复吼，甲因遐做即个甚至甲因斗起庙、斗起一寡即个建筑吼，互因即个所在变做是一个圣地吼。另外一方面，咱台湾有足侪即种像讲咱的即个太岁拜即个安太岁文化吼，也是点光明灯的文化，甚至咱的迄个平安符啦吼，咱的即个进香的一寡进香的灵旗啦，一寡即个咱台湾即个甚至讲变化形成的一寡信仰文化的这仪式，煞怎啊颠倒头并输出过中国迄边，所以你会发现着讲，其实咱台湾民间信仰会使讲是咱台湾的真大的一个特色之一，无毋对咱的一个实力伫遐，文化实力伫遐，所以咱若是讲台湾的即个甚至讲咱即个国家的发展吼，咱得爱倒转过来看咱的即个民俗文化是啥物物件，咱的国家若要发展。会好，咱的民俗文化的部分，咱得爱照顾较好，所以咱爱推动民俗教育，咱爱推动即个民俗的传承，这是最重要的一个观念。都是人咧讲的，愈在地愈国际啦。无毋对，但是你会看到讲，伊讲愈在地愈国际，伫国外有真侪即种文化的课程，伫咱台湾文化课程最歹找到即种物件。所以颠倒头边，咱即摆有搁较侪爱努力的所在，所以这其实是一个足大的议题。这也是甲文化自信有关啦，要来请教着黄老师吼。因为你也研究马祖有30年以上吼，咱也熟悉有30年吼，你会感觉咧，在咱要安怎来继续推动？因为过去其实做了真济吼，地方政府也好，中央的文化部也好吼，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当然有坎坎坷坷吼，结果有这种外国人吼变做台湾人来对着咱台湾这个文化来推杀，甲人讲原来咱的这文化是好的，变做近庙欺神的这种感觉。咱台湾要安怎来看待咱的这个马祖文化咧？咱这个文化吼，今仔日会安尼长站，其实拢出伫家庭，因为咱的囡仔吼，都种做囡仔。伊都无缀伫身躯边咧学都幼幼班、上去好，都小班、大班、小学拢无咧烧香点火。你囡仔，你来自做囡仔，你就好烧香点火惯势。伊大汉，伊就会晓烧香点火，这毋免学，因为这是咱的生活的一部分。你即摆有一寡老岁仔拢讲咱一老叫遐囡仔爱烧香点火的，将来爱服侍神明公妈拢袂，毋是伊袂，伊无迄个习惯。因为咱甲囡仔拢关去学校伊就自做囡仔，伊就干那伫会晓读册尔，其他拢无，你袂当怪伊，伊无迄个习惯。所以自家庭来就爱来做，对，那是学校，对，每项项拢学校。古早布袋戏咧兴的时阵
唔免好好，佮甲你讲荒诞不经。一个好好讲吼爱保存哦，啊，报地去了了啊，歌戏去了了啊，颠倒甲演倒去，都是安尼咪。啊，所以讲咱就爱按家庭开始，吼。所以讲咱做时代，咱家己爱想是安怎咱的文化的长站，就是咱无教育咱的时势，吼啊，所以讲咱的囡仔，咱啊，即马吼过年时啊，暗时啊，吼，甲过年暗要拜祖先，吼啊，小年夜要拜天公，吼，咱就是拢爱互囡仔来接触，唔通讲老的家己好咧拜，对无？安尼神明唔则保庇会着，大家拢保庇会着。是，所以尤其像一粒米，因伊也讲啊，因的法国，即马真侪少年人都无咧天主教的教堂咧行大吼。对啊，较无啦，较无吼。对啊。啊，自细汉，若是你厝的囡仔，你若是有囡仔，你会带伊去教堂去行去，还是去跟三太子教堂？